約翰的見證上，如果話1章1至18節係福音嘅神學序言，咁樣19至51節就可以算係福音嘅歷史序言，揭開降生成人嘅耶穌公開傳道嘅序幕。同三部對觀福音一樣，若望福音亦都係以約翰洗者揭開呢一個序幕。而若望福音獨特之處在於強調約翰作見證嘅使命，淡化咗佢宣講悔改嘅任務，仿佛連施洗嘅工作亦都逐漸被耶穌取代。喺若望福音裏邊，約翰唯一嘅工作就係為耶穌作證，所以福音嘅開端亦都記載佢嘅見證同埋之後嘅結果。福音嘅敘述以約翰嘅見證開始，以富象徵意義嘅3天記述約翰嘅工作。第1天，約翰澄清自己嘅角色；第2天，佢正式見證耶穌嘅身份；而第3天，佢主動派遣自己嘅門徒去跟隨耶穌。約翰呢3天嘅工作回響福音序言裏邊關於佢嘅敘述。他不是那光，只是為給那光作證，為使眾人藉他而信。約翰首先要面對來意不善嘅猶太宗教領袖嘅質詢：你是誰？我不是默西亞。那麼你是誰？你是厄里亞嗎？我不是。你是那位先知嗎？不是。你究竟是誰？我是在曠野裏呼喊者的聲音，修直上主的道路吧，正如依撒意亞先知所說的。舊約記載，馬拉基亞先知曾經指出，厄里亞會到來，為上主嘅日子，即係默西亞嘅來臨作準備。而那位先知就係指梅瑟所許諾嘅，好似佢一樣嘅人民要聽信嘅嗰位先知。厄里亞同那位先知其實都係幫助人民作好準備，迎接末日嘅到來。3重嘅否認之後，約翰終於講出佢嘅身份啦。佢係在曠野裏呼喊者的聲音。呢一句話引述自依撒意亞先知書，喺對觀福音嘅敘述裏邊，係旁述引用呢一節經文嚟到指出約翰嘅身份。但係喺若望福音裏邊，則係約翰親口引用聖經嚟到介紹自己。就係咁樣，約翰親自為自己作證，佢係名副其實嘅見證者，以聖經嘅權威作證。聖奧斯定非常富詩意咁樣指出，約翰只係短暫嘅一個聲音，基督則係從起初已有嘅永恆嘅天主聖言。被派遣來的有些是法利賽人，他們又問他說：你既不是默西亞，又不是厄里亞，也不是那位先知，那麼你為什麼施洗呢？猶太人嘅洗禮係一個取潔儀式，象徵默西亞嘅王國嘅到來，正如先知曾經預言：那時我要在你們身上灑清水，潔淨你們。約翰既然否認佢係要來嘅默西亞、厄里亞或者那位先知，所以嚟調查嘅人就要盤問佢點解施行洗禮呢一項末世性嘅行動。咁樣嘅提問，實際係質疑約翰由邊一度得到授權。約翰答覆他們說：我以水施洗，你們中間站着一位，是你們所不認識的，他在我以後來，我卻當不起解他的鞋帶。按猶太經師嘅慣例，一個門徒要服侍佢嘅師傅，要替佢做奴隸所做嘅一切，唯一例外就係解鞋帶。約翰喺呢一度正係強調佢卑微嘅身份，比奴隸更卑微。約翰嘅答覆再次將焦點轉移到耶穌身上，稍後佢將會更清晰咁指出耶穌以聖神施洗，對比之下，佢施行嘅水的洗禮顯得微不足道。我哋下次會再講。
約翰作見證嘅第一天呢一個片段，彌漫住濃厚嘅法庭審訊氣氛。佢正接受猶太宗教領袖嘅盤問。對觀福音只記載耶穌被釘之前接受公議會同埋彼拉多嘅審訊，但係若望福音打從第一幕開始，幾乎每一個片段都滲透住法庭審訊嘅張力同埋壓迫感。喺5章31至40節，耶穌援引一連串嘅見證，包括約翰洗者、梅瑟、聖經，甚至天主，亦都為耶穌作證。